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3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台积电宣布要去美国增加投资美金1000亿，有人讲台积电会变做美积电。也若总统赖清德甲台积电董事长桂德嘉昨下晡是召开记者会，亲身来说明。总统强调，台积电去投资，毋是因为美国施压。也若桂德嘉是表示，毋是因为美国要补助才愿意去。也若讲到台积电去到倒位，拢是上厉害的。伫美国市场是反映客户的需求。台积电要增加1000亿美金伫美国投资，引起各界关心。总统赖清德头一届甲台积电董事长以及总裁魏铁嘉伫总统府召开记者会。现在加大投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美国的客户需求量非常的大。我跟所有的客户都沟通过，结果发觉他们的需求，台积电目前的扩展的计划在美国不够，台湾的计划不会受影响，不但不会受影响，而且要加速进行。魏德嘉表示，伫美国的资本支出未影响伫台湾的布局计划。以台积电新增加甲规划来看，伫台湾拢总有9座先进智能厂房，2奈米厂房伫新竹甲高雄，1.4奈米伫台中甲新竹，也有3座先进封装科瓦斯厂。伫美国的布局总投资金额是1650亿美金，最新投资包括起3座新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设施，一间主要的研发团队中心。台湾有1万人，美国那边我答应要成立一个1000人的团队，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让美国的生产线可以继续前进，而不必每一件事情都要回来台湾请示。魏铁嘉讲，台积电的海外布局拢是为着客户的需求，总讲未来起厂房产线专开，产能也是无度满足客户的需求。但是深受得到美国政府承诺补助，魏铁嘉讲，伊敢若要求公平。我们要求公平，就这样子，我们不怕竞争。我们在哪一个地方盖生产线，我们永远是最棒的，都不要补助，不怕。我们不是因为补助才去的。前总统赖清德表示，魏铁嘉拢有密切甲政府联络，说明台积电去美国的投资计划。不过外界也是关心台积电去美国投资，敢是因为美国的压力？政府在台积电赴美的投资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接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政府一定会极力的来协助台积电公司，在台湾取得它所需要建厂的土地，也会供给它足够的水跟电、人力人才等各种资源。魏德嘉表示，台积电会当持续稳健进步，是因为有新的研发技术产生了后，还阁经过量的考验，一直优化技术再改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上新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拄宣布针对墨西哥甲加拿大进口美国的部分商品所课定的25%关税，要延长到4月7日实施。川普讲，这个决定参美国国市盘价无关系。Well, there are no delays at all. No,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arket. I'm not even looking at the market. 美国总统川普吹打讲，全世界股市下跌，甲伊决定然后对美国上大贸易伙伴加拿大一个墨西哥扣关税无关系。美国股市吹打收盘，纳斯达克指数进入修正期，标普500盘到11个以来上低。Le dije, estamos teniendo resultados, presidente Trump. ¿Por qué ahora que puso las tarifas?Pues cómo vamos a seguir cooperando, colaborando con algo que daña al pueblo de México. 虽然墨西哥查到32公斤的芬太尼会当合成做鸦片，个输入美国，所以是川普对墨西哥上不满的问题之一，因此对墨西哥提出关税。对前几礼拜，墨西哥打击帮派交出20个月和美国当局对接的嫌犯，伫两国边境部署1万墨西哥的士兵。因为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讲，最近甲川普通电话，内容是在正趣味。温台华伫咧会当有限的未来将会继续进行贸易战。If you want to be a numbskull like Justin Trudeau and say, "Oh, we're going to do this," then it's going to tariffs are going to go up. But if you want to sit back, have a discussion, they all have my phone number too. 川普宣布4月7日之前将会暂缓对所有符合美墨加协定的商品扣25%的关税，内面包括伊第一任期讲成的美墨加协定所包括的范围。墨西哥大约有一半的商品伫咧美墨加协定的范围内，若加拿大比例较低，所以这两个国家也是有一寡商品会被扣关税。
川普为什么改变想法？北京的官员讲，是因为汽车制造商答应家己的供应链迁登去美国。一个就是加拿大加墨西哥，特别因为芬太尼离死亡的方面有努力。就在川普宣布延后关税了，加拿大财政部长讲，未继续对60亿美国商品扣第二波关税，不过安大略成功会继续。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美国司法部公布，要甲12个中国人起诉，一寡人涉嫌攻击美国、台湾等等国家政府机构，其中是包括2个中国公安部的官员、上海安顺公司8个员工，还有中国海客组织的2个成员。这12个人当中，有10个人去互 FBI 通缉，赏金上悬1000万美金。在美国 FBI 网站顶端直接登12个有中国公民身份民众的头像，因为因涉嫌偷摕美国企业和个人的数据，而且未予中国政府和其他的买家，包括台湾外交部、南韩、泰国、印尼等等真侪亚洲国家的政府机构，拢是因攻击的目标。中国网络害攻行为令国际社会不耻，外交部将持续和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并强化资安协作联防机制，共同抵抗威权主义网络害攻行径。安顺珠新捌伫2024年2月中，因为公司内部的文件伫网络红标出来，内容显示讲，这个公司是帮助中国政府在做骇客的攻击，而且继续是资安公司对全球进行网络的间谍活动。这代志曝光了后，引起国际的关注。美国司法部初五宣布讲，起诉2个中国公安部的官员和上海安顺珠新的8个员工，和中国骇客组织 APT27的2个成员，讲到因唔那是发动骇客攻击，佮打压异议人士，佮提出上悬1000万美金的奖金要掠因。专家分析，因正明显是国家级的骇客，有中国伫后壁甲支持，还有政府爱较紧来部署零信任结构。身份，然后跟设备，然后还有传输的资料跟网络的行为，就产出了第3个叫这个信任推断，防范说到底是不是可能有骇客的攻击，或者是不是电脑之间有互相攻击的行为。专家分析，国家级的骇客嘛会透过一站一站的关系，去找倒位有芳会当突破。比如讲，对中央政府采购案的协力厂商迄边动手，甚至是厂商的厂商等等，各较远的合作关系的对象，找出会当入侵的弱点，再一步一步对核心单位来攻击，做好零信任结构。除了有机会替治安设安全的断点，嘛对回推侦查更较有利。建议政府强化治安事件，找出威胁源头的部分，降低治安事件发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琪顶个月带团去香港参加旅游博览会，不过对团的一个旅游业者入境香港的时被扣押，理由是25年前涉嫌一桩洗钱案件。咱的陆委会表示，这个查某业者背景真单纯，目前已经启动急难救助机制。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琪顶个月带领花莲县府去香港参加旅游博览会。不过，内底一个姓陈的负责人，伊伫入境的时阵去互拘捕，人去互扣押，到今也未交保。花莲县长徐正伟初六表示，县府有通报甲协助，对香港政府以刑法洗钱的罪名，甲咱国的民众拘捕。陆委会嘛启动急难救助的机制，甲通报家属。我们那时候也强烈要求，在里面的我们陈姓的女士，她也有人权，她也可以发声。所以我们当时也请了这个香港当地的律师，能够给予协助。代志发生在2月18，徐正伟、鲍坤琪甲30个代表飞去香港。这个姓陈的负责人入境，就去互发现伊的身份有去互注记，去互香港警察单独问问题。花莲县府隔顿天收到信息，这个姓陈的负责人若像牵连食钱的案件去互扣押，有随通报陆委会。2月20头一届开庭，这段时间县府甲调风农场拢有斗找律师。2月28已经开第1届保释庭，按算3月17会开第2届，4月17会开审判庭。那明天3月7号他会有第2次的提出的交保复核。那我们港处的同仁都有到法院去聆讯。这个姓陈的负责人，若像加入去一件25年前洗钱的案件，不过传出伊伫2019年就捌去香港，迄当阵并无去互逮捕。香港的警察伫这个时阵抓人，陆委会嘛惊一条。在香港目前已经没有我们陆委会的正式人员，都是香港的雇员所以当然在服务类似的案件或处理类似案件的时候，确实会受到很多限制。两方情势紧张，
去年发生咱国民众去香港旅游，因为伊的名英语的拼音，甲前立委单片为同款，互带去世间房间问问题，推测应该是去互主机做是黑名单。陆委会目前要是甲中国、香港、澳门的旅游警示标示做感染色的灯号，嘛讲到有几件民众去用扣押、留伫遐甲清查，提醒咱国民众若非必要，建议莫去遐旅行。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各地气温明显较低。咱来看温度。今仔日早时苗栗的温度有可能维持伫10度，甚至是搁较低。金门也有机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要特别要意。明仔载北部、东北部天气较凉冷，其他地区早时、暗时也会比较较冷。受到东北风的影响，今仔日基隆北海岸、台北、新北，尤其是汐止地区、甲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华南分河区东线、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地区有短暂雨，也那其他地区甲平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雨。这几天闪大雨，南投真爱乡惠顺林道拜三下晡，因为溪水岔流，有民众掉伫咧溪边的沙轮啊顶悬。另外，澳万台国家森林游乐区因为水崩山石头落落来，宣布暂停营业到拜五。上大雨溪水岔流，一个查甫人掉伫铺轮，消防人员甲扫药好，准备要带伊渡溪。用力拉，让它有没关系。南投县真爱乡初五下晡开始上大雨，66岁姓林的查甫人掉伫惠顺林场林道13公里9线溪铺轮，被消防员去现场抢救，先后穿救生衫、戴头盔确保安全，尾后用要点半钟才甲救上岸。这林的查甫人，佮家己身体无问题就离开啊。约下午4点钟到达现场，发现一名老翁受困于沙洲对面，分队同仁呢立即架设绳索系统，6点左右将老翁成功救出。那老翁无明显的外伤，然后自行离开，拒绝送医。受到风面影响，南投最近常第一时间来上大雨，其中山区上明显。澳万台国家森林游乐区另外道路几啊达发生水崩山，气象署统计，澳万台甲惠顺测站最近2日雨量超过100毫米。近日大雨影响，澳万大园区虽然没有受损，但是连外道路有多处泥流发生，为抢修作业。修园到3月7号。南投林业分署强调，另外车路水幕已经抢通，不过山区直直咧落雨真歹时间，为着出入车辆的安全甲时间效率，决定澳万台要休甲初7，已经订房的民众会当全部退钱。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高雄顶一日天气反热，美容甲沼情拢传出有民众互乌龟顶甲挡袂牢。美容区公所嘛伫咧面册紧急通知民众出门尽量穿长袄仔的。也那环保局是表示会派人去喷药啊，嘛提醒民众环境保持清气，蠓仔才袂一直拖。甲手伸出来，唔免偌久，一阵乌龟仔就连面挖过来。最近高雄地区天气反热，伫美容甲沼情拢有大量的乌龟仔出现。民众出去外口，若是无穿长裤、长裤，唔免10分钟，马上就去互乌龟仔顶甲比。美容当地邮局表示，天气若是变热，乌龟仔就愈高。这2天都袂少人走来买红蠓仔水。我这1-2个礼拜进了大概15、16瓶，这1-2个礼拜全部都卖光了。为什么？因为小黑蚊多啊。来买的民众有没有说？都是指定说小黑蚊。真较少，较暗的较多。敢有好订到？有啦，我都有要啊。既然存在了，就让飞来飞去的，无所谓啊。那会不会受不了？被咬到受不了，就真的赶快跑啊！一直抓啊，抓痒啊。乌龟仔伤猖狂，就连美容公所初5下晡也紧急通知大家爱注意。环保局表示，要防治乌龟仔，上好的办法就是对源头来做，将环境变个清气，乌龟仔无所在通生拖，自然就减少。环境管理的部分，宜清除居家附近潮湿处的青苔，阻断小黑蚊栖息地及危害。针对本市民众曾经的公共区域，环保局会进行喷药防治，以及时降低小黑蚊之危害。乌龟仔唔是蠓仔，是一种会四过通拖，好定着的所在会上足久，甚至有人会过敏。环保局表示会派人去喷药啊防治，民众若是出外嘛爱做好预防措施。记者国家主副教育高雄长报道。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起先是中国时报检警侦办艺人王大陆起人拍稳将所有案挂案，
新北地检署找6指挥警政署正方式，台北市刑大敲找台北市刑大前3队长办公室，以涉未罪被告身份传唤代理队长刘基营，信后是以20万交保。另外，传唤社区的小队长，佮有涉林的侦查员作证，信后甲区内2个人改做伪造文书被告，通以5万、10万块交保。再来是自由时报，最近陆续有病院去互海客入侵，引起治安危机。即马佫传出有超过1000万笔的病患股资伫咧网络顶买卖，以10万美金去互诈骗集团买去。卫福部表示，无排除股资外流，而且海客的攻击可能会拖到更较侪病院去。落尾是联合报，明仔载是妇女节，双薪家庭是愈来愈侪，宣布一定代表性别经济已经平等。有些囡仔的职业女性惊互人歧视，薪资也受影响。监察院的研究报告指出，女性因为饲囡仔，致使就业受影响的状况一直发生。有饲囡仔的女性，一个月薪资可能通减2块，而且女少年世代状况愈明显。目前厝内若是有3岁以下的囡仔，父母会当申请留职停薪，嘛会使申请6个月的停职停薪津贴。劳动部表示，讨论要搁再增加1个月。不过，妇女团体认为，停薪的津贴要用实际薪水来算，唔通用投保薪水来算，才会当减轻家庭的负担。为着要降低幼稚囡仔的经济负担，目前国内只有性别工作平等法含就业保险法。厝内有3岁以下的囡仔，父母会使申请摇囝留职停薪，而且父母会使同时申请领6个月津贴。劳动部拜三表示，依据今年的收就业保险法，甲6个月津贴搁延长1个月，大约21000外人通受惠，希望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也规划在今年研议修正就业保险法，让临满6个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的双亲在依规定办理育婴留职停薪的时候津贴给付的期间可以再延长1个月来强化经济支持跟提升男性的参与育婴的工作不过，妇女团体是认为津贴延长1个月帮助无介大，因认为咧申请育婴假的规定，应当爱愈有存求的空间。另外，因为目前津贴是以劳保的投保薪水的变成落去计算，会比实际的薪水搁较低，所以民团建议会使改做是用实际薪水来算。才通互查甫申请留职停薪的意愿提悬。因为现在的状况是这2个关键的因素并没有改掉，那也就是说，现在假对很多男性来讲，他还是请的损失很多，或者是还是非常的不好用。那这2个因素因为没有排除，所以但是你又用这个方式的话，其实我们认为上升效果是有限的。民团表示，根据国外研究，请假期间的收入甲育婴假这2项拢是男性愿意请假伫处理照顾囡仔的2大关键。民团建议政府会当先对这2大关键进行改革，安尼才搁加上未来延长津贴的政策调整，通互父母减少请假的烦恼，减轻家庭负担，才是较好的做法。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查甫咧食的术后避孕药，目前是处方药啊，未来较有可能会改做免医师开药单，就会当伫药房买到咧。是药署昨召开会议，招专家学者来讨论。台湾妇产科学会以药物安全上的观点，徛伫反对的立场。不过，妇女团体发声明认为，开放术后避孕药会当保障女性对家己身体的自主权。会议落尾是无达成共识。国内女性若要食术后避孕药，避免性行为以后有身，就要经过医师的诊断，才通开药啊。现主是规定这款药啊是处方药啊。是药师拜时针对敢要甲术后避孕药改做免医生处方的指示药，邀请专家学者做伙来讨论，但是目前还无共识。因为它真的涉及的层面很广泛，需要进行风险分析，以科学的证据去评估，包含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人权等等不同面向间，需要彼此的沟通和调和。没有零风险的决定。其中反对甲术后药改做指示药的团体指出，这款紧急避孕药是代表不得已，而且有风险，就加开放互民众家己买会食出问题。但是妇女团体甲药师指出，术后药列做指示药，要是爱经过药师的把关，民众才通买，是真安全的药啊。嘛希望透过列做指示药来保障女性的自主权。一个人女性要不要怀孕，她何时怀孕，好，这是她的
身体的自主跟他生育自主的选择，这也符合西斗的公约的一些规定。性暴力被害或家暴被害，他可能被迫要怀孕，发生这种事件，很多的被害女性是不敢讲的，那更何况要去医院。某些常规化，等于说台面下民众唔知影，反正就是偷偷讲，其实对这些民众的这健康吼影响更较大。药师观察，即摆有人会透过各种管道偷偷买事后药来食，是真危险。若甲以指示药来管理，互民众以正常管道方便买，颠倒较安全。妇女团体也指出，国际上有超过50个国家免医师处方就通买事后药，呼吁政府要对着国际下步保障女性自主权。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俄乌战争的部分，美国唔但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嘛宣布暂停分享情报，但确定后一摆的谈判才会解除禁令。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真乐观，讲甲美国的合作是真有进展。因为欧洲停乌克兰，法国总统马克宏甚至讲可能会派军队，确保罗西亚袂阁再入侵。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战火继续拖，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测试又搁受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一个人死亡，而且连续2天断水断电。不过，美国国安顾问车5证实讲，已经暂停甲乌克兰分享情报，恐惊影响到乌克兰军作战的能力。We have taken a step back and are pausing and reviewing all aspects of this relationship, but I just got off the phone before I walked out here with my counterpart, the Ukrainia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乌克兰国会议员表示，虽然乌克兰会当运用家己甲其他合作伙伴的资源来代替，不过美国甚至有能力限制其他盟国来分享情报。更加凄惨的是，美国和乌克兰的会谈破局了后，美国已经暂停对乌克兰军援。不过，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真乐观看待美国甲乌克兰的关系，伊讲和美国的合作关系已经得到积极的进展。Всі бачать, наскільки швидко розвиваються дипломатичні події. Сьогодні наші команди України та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почали працювати над зустріччю. Говорили Андрій Єрмак та Майк Вольц. Є позитивний рух. 展开一面足大的乌克兰国旗，用这个行动来支持乌克兰，甲展现保卫欧洲的决心。后明初六举行特别高峰会，讨论援助乌克兰的国防。布鲁塞尔会场外口，民众示威声援乌克兰。法国总统马克宏初5发表全国演说，表示，若准签俄乌和平协议，欧洲的军队可能会派去乌克兰，确保罗西亚袂阁再侵略。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avec les Ukrainiens et plusieurs autres partenaires européens, et que j'ai été défendre aux États-Unis il y a 15 jours et à travers l'Europe. Et je veux croire que les États-Unis resteront à nos côtés. Mais il nous faut être prêts si tel n'était pas le cas. 马克宏指出，欧洲陆军的参谋总长后礼拜会伫巴黎会面，讨论安怎伫和平协议了后支持乌克兰。不过，对透过扣押罗西亚数百亿的欧元受冻结资产来对乌克兰军援，法国甲英国却传出意见无同，和欧洲盟友的关系出现空碰。公司新闻地为人朋友。以色列甲哈马斯第2阶段停火协议无顺利，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已经甲哈马斯直接谈判，这也打破美国自1997年以来唔甲恐怖组织接触的惯例。这阵川普对哈马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哈马斯甲人质拢放出来，若无就等下去互消灭。美国总统川普初5接见以巴停火协议得到释放的加沙人质，佮伫伊的真相社群平台对哈马斯下最后的通告，要求随释放所有扣押的人质，包括罹难者的遗体。若做无安尼做，一切都完啊！伊会供应以色列所有的需求，完成程度任务，呼吁哈马斯领导人赶紧离开，嘛警告加沙人民，当地会有美好的未来。不过，若是藏人质，就死定。这个强势警告伫白宫发布，正是特使伯勒甲哈马斯就任这个问题直接谈判，安尼做打破美国无甲恐怖分子交涉谈判的原则。美国1997年甲哈马斯列做恐怖组织，尾也都毋捌甲因有任何的直接接触。
The special envoy who's engaged in those negotiations does have the authority to talk to anyone. Israel was consulted on this matter. The president has proven is what he believes is good faith effort to do what's righ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根据以色列的情报，目前正杀还有59个人质，其中24个人还有换掉的，包括美国公民。消息人士指出，哈马斯甲美国官员伫卡达进行2届直接会议，讨论美国人质的释放以及停战协议。面对川普最后通告的威胁，哈马斯警告，安尼做等于是徛伫以色列种族灭绝的暴行这边，会破坏停火甲人质的交换，让问题更较复杂。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联合国妇女署初6发布报告指出，受到气候变迁加民主倒退等等因素影响，去年全球有1/4国家的女性权利倒退。虽然自1995年以来，全球国会女性代表是增加1倍，不过男性也是占3/4的席次，而且就业、社福不平等，甚至是性暴力的状况，拢因为新冠疫情甲全球冲突的状况变得更加严重。伫咧国会认真的质询，怎么有愈来愈多女性从事政治的工作？联合国的报告显示，自从1995年北京宣言行动纲领，也就是妇女权利目标制定以来，全世界各国国会女性代表人数增加超过1倍，不过男性依然占3/4。And so right now, a girl who is born today will wait until she is nearly 40 years old. Until she sees equality in parliaments everywhere, parity in parliaments. She will be 68 years old until child early and forced marriage is ended around the world. 联合国妇女署伫初6公布的报告内面也显示，虽然自2019年到2023年之间，有社会福利的女性代表人数增加1/3，不过依然有超过1半的女性人口生活伫咧无这种保障的所在，而且就业市场的性别差距问题，几落10年来拢无改善。25到54岁女性内面，只有63%做有薪水的工课，共年龄层的男性是92%。The gender gap i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which is around 30 percentage points, has barely moved in 2 decades. And COVID-19 certainly made things worse. Just in 2022, cases of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have increased by 50%. And almost all of the victims of these horrific crimes are women and girls. 报告内面讲，新冠疫情、全世界冲突、气候变迁，一个人工智慧这款新兴的科技，拢是加重无平等的潜在危险。报告也提出解决问题的计划，包括促进 AI 等新科技使用平等，推测气候政治相关措施，进行投资、消除散车，增加公共事务参与，也有打击性别暴力。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今仔日国际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欧盟紧急高峰会是提出支持乌克兰参与谈判和平协议，要尊重因的领土完整、有安全保证、有继续军援这个声明。但是因为匈牙利反对，真罕得看其他26国同意的结论是以高峰会附件的形式来发布。美国甲原本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10%的关税，提悬到20%，提示生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呛声讲，美国若要拍任何类型的战争，中国拢会战到底。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初5回呛讲，对任何类型的战争，美国拢有准备。结果林健初6改口讲，无论是关税的战争，也是贸易的战争，冷战也是热战，拢袂拍折，也拍袂赢。去年11月，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发生14岁青少年互同学杀害的事件。当地媒体报道，这个案件起因是因为2个人伫 TikTok 冤家。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去年12月宣布，全国禁止 TikTok 至少1年，这几天内就会实施。冰岛的核三厂昨挖到导火烧，初步调查是工人挂铁啊喷火车，地势边啊是2座水塔是烧起来。台电表示，水塔离发电机有50公尺远，免惊辐射外流。总是讲导火烧的时，核电厂无通知疏开，当地代表会是真生气，一个冲锋就赛车弄入去核三厂大门抗议。
为远远的所在看过去，阵阵的乌烟一直为雪山厂内底冲出来。顶部11:23分，滨东县消防局接到民众报案，讲第三核能发电厂火烧，消防局连续出动12车21人去现场拍火。因为核电厂火烧乌烟真大，相关单位拢无通报镇民爱疏散。恒春镇民代表会主席赶到现场是非常的不满，现场爆发激烈的冲突。麻烦下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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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请你下车，麻烦请你下车，麻烦请你下车。现场真紧张，加在火伫11:50就拍花，无人受伤。原来现场是施工人员伫废弃的厂房外面伫挂铁啊，技术火车无细致去碰到边的废球，地势水塔就会烧起来。虽然火真紧就拍花，不过第一时间拢无人出来说明状况。电厂人员佮代表会主席甲媒体拢挡伫电厂门口。我问你一句话就好啦。主席，那个有没有通报？参访规定哦，我可以。你有通报未啦？通报可能要问，应该是有了，我们的公安组应该会回报。你们要从消防公所甲代表人收了，都无收了啦，通报。我这百姓一个安放心的一个对袂，拢无讲啊。所以他就拉惨的。系啊，小过是非常的落惨，是小可落惨尔。台电表示，火烧的是空压机厂房南边的水塔，离2号发电机大约也够50公尺远，因此未影响到发电机组的安全，嘛无辐射外泄的问题，请民众放心。落尾台电也当机由8位代表进入电厂，了解这摆意外发生的过程。不过因为无即时通知，官府也决定要裁罚台电10万块。记者柯家族赵阳屏东采访报道。高雄有幼儿园的家长讲，囡仔的面甲手拢乌青，怀疑是去互代课老师拍，决定要提告。不过，这个老师是发冤枉，讲可能是无细致揪囡仔揪甲伤大力才会受伤。教育局是表示已经介入调查，请学校去调监视器，也若这个老师暂时袂使接触囡仔。家长看到囡仔的嘴皮、颔骨仔、手拢有乌青，惊一个。也发现囡仔情绪真歹，问了才知影是学校代课老师涉嫌体罚。拿我的手叫我自己打自己，但是他现在给我们的说法是，他说他轻轻拍，已经造成我小孩子阴影了，然后你竟然还可以这么无关紧要的说，我只是轻轻拍。看完医生回来，他还在那边跟我说他很害怕。家长讲，最后迄天早起要去学校进行换衫的时阵，身躯顶也阁无伤痕，转来了就真侪所在乌青红肿。打电话去学校问，对方即期家长甲伤势更加伤过严重。虽然早起家长就去幼稚园，家长讲老师承认有揪囡仔的手拍下面，囡仔伫咧耍便当盒的时阵有改动。就是让他手臂去，那因为这个孩子本身就比较好动，所以他脸啊或者是脖子那个部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之后要放学时间，因为他常常就会有受伤的状况。老师讲是因为力质无好势，才互囡仔乌青，无调工体罚。不过家长想要调查真相，向学校调监视器画面，学校所讲影像已经损害。早起幼稚园园长如果有代志出外，家长甲被指控的老师沟通无结果，除了提伤害告诉，也向市政府申诉。教育局讲已经要求幼稚园进行校安通报，保留监视器等相关证据进行调查。若调查是事实，会让处行为人上悬60万块，幼稚园减缴、停缴等裁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塔克西玛雅百货公司3年进前申请变更执照，甲5楼停车场改做卖场。民进党机关干事会就跳出来质疑讲背书阁出现一个镜花城。市府是表示，这个案件拢有按照程序来办理，并无违法。台北市树林大业高岛屋百货公司3年前申请变更使用执照，将5楼停车场改建成商场，增加营业面积。不过，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干事会是质疑变更过程好亲像无符合法规甲程序，犹如金华城的翻版啊！第一个是郝龙斌不同意，柯文哲同意了，这样的这个变更让厂商获利，但台北市政府得到什么？台北市市民得到什么？台北市的市民是失去了停车空间。干事会讲。大业高岛屋伫2022年启动改造计划，不过早伫2010年就送申请变更，予郝龙斌市政府几落改退件。3年后伫郭文铁市政府时期，搁再提出申请。
迄个时阵担任台北市副市长的皮真生，在2021年召开2届研商会议，现任市长蒋万安上任了后，迄可变更。现在放行核定的呢，都是符合程序、符合相关法规的。而过去郝龙斌市府时代没有放行的，现在蒋市府其实也没有放行。也就是说呢，目前看下来是符合相关程序的。天管处驳回，台幺高岛屋是早期奖励投资案，稳准伫私人停车场用地兴建商场，必须符合道路票使用总楼房面积1/3商场，1/3停车场的规范使用。停车场变更商场符合道路票使用办法的规定，并无违法。监管处是表示，经过天管处112年1月12会签回复，通过初步书面审查，符合商场总楼地板无超过1/3的规定，所以同意台业高岛屋进行使用执照的变更申请。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铁延伸宜宜兰的计划已经进入第2阶段的宽屏。交通部拜四伫咧新北市办公听会，现场邀请高铁路线会经过的所在，亲像汐止、平溪等等区域的里长、居民来参加。其中较有争论的部分是双溪的居民，因希望交通部会当伫双溪设一个停靠站，改善新北市山区的交通问题甲经济效益。高铁延伸宜兰计划已经进入第2阶段环境影响评估。新北市有双溪居民摕到地图，和规划宜兰高铁计划工程师讨论建基路线，认为目前的规划敢若对宜兰有利，对东北角无帮助。希望高铁延伸宜兰站的计划会当伫咧双溪站加设一个停靠站，解决新北山区的交通问题。设计单位也好，也是讲交通部也好，唔知是安怎考量讲选这个路线，伊应该兼顾到讲东北角地区4方镇的经济价值。交通部拜四伫咧新北市举办高铁延伸宜兰站的公听会，嘛因为路线会经过汐止、平溪、双溪和贡寮，所以这几个所在里长居民拢来参与表达意见。另外，汐止区的里长认为高铁延伸宜兰会当解决国道过好、直直塞车的问题。都被国五的这个车辆挡住了，有时也不好下去，所以说我是建议。这个有这种必要性。针对这届路线的规划，较有争议的问题，双溪是不是爱加设一个停靠站？交通部嘛请外包的工程公司做出回应，并且双溪拢是山谷的地形，若要设站，伫咧工程上较有困难。高铁大概希望出入谷地至少在800公尺的一个宽度左右，然后目前大概经过那2个地方的一个宽度大概都不到200公尺，所以大概是比较难有一个设站的一个条件。这届交通部伫咧宜兰、双北拢总有3场的公听会，地方针对设站经济效益提出侪意见。交通部表示，未来会搁开公听会和民间做交流，达成社会的共识。记者陈亚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彰化县政府附近的南桂路甲博爱路，挖近病院的上款，也有未少餐厅甲办公大楼，所以停车位是真歹找。附近的停车场嘛，定定排队排甲落长。即阵县府争取到中央的经费，要甲本地南桂停车场改做立体停车场，按算伫咧明年9月会起好势，时到会当提供280个汽车的停车位，阁有610个乌托拜的停车格。彰化市南国路一段甲博爱路附近有袂少餐厅，而且阁挖近病院上款，县府嘛伫遮附近，人阵车阵多，普通时车位就无好找。若阁拄到假日也是食饭时间，停车场更加是排甲落长。这附近的人太济啦，人较县府啦，啥物物件做济，所以停来就真正无够。这不是嘛客运，因为这有张机，阁有一个庆丰牛排，拢来使用的足济。为着改善市区停车位无够的问题，彰化县政府争取到2亿外中央的补助经费，加上县府家己种3亿600多万，要甲原本边边的南国停车场起做地下1层楼、地面4层楼高的立体停车场，时到会当提供280个停车位、610个机车架。停车位是原本的
4倍多。工程呢会有560天的工作时，会在明年的9月来完工。另外，县政府也在周遭有做了一些指示牌让民众来洽公或者需要使用的话，附近临时的停车场大家也可以先行来使用造成大家不便的地方，大家再多包涵哦。南国停车场为3月开始暂停营业，立体停车场的施工期需要1年5个月，预计2026年的9月完工。这段时间，县府这卡道的停车位会愈歹找，县府嘛建议民众要来这会当坐大众运输，无就是去附近的4个停车场找车位。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有学生团体根据第一线观察学校本土语言教学状况的经验，编出一本语言文化教育政策白皮书，供俾予政府来做参考。建议咱应该要针对无同程度的学生分级教学，嘛要加强补助本土语言的出版品，营造整体社会本土语言的优胜环境。自111学年度本土语言课列日考纲必修开始，不时引起侪家长讨论。由各地学生组成的民间团体 @youth， 根据因第一线观察台湾本土语言的教学状况，因提出语言文化教育政策白皮书，对政府的语言政策提出建议。亲像因发现，教学现场常发生学生基础差伤济，致使教学品质无好的问题。因建议通按照程度分级教学。在假设你有6年台语基础的程度下去编撰这个课本，但可能很多人国中第一次看到台语课本，那就会对这样的内容产生学习上极大困难。学校人够多的话，它可以直接分班，可能光是一个台语或一个客语，它可以分成3个不同难度的班。目前本土语言课程在中小学阶段是必修，高中嘛有2学分的必修课。脱离基本教育阶段了后，民间团体也建议要更加积极去推动本土语言的社会环境，亲像鼓励大学开设本土语言课程，扩大补助本土语言艺文出版品等等。本土语言文学是较无市场的，这是现实，所以咱希望政府会当补助和本土语言文学会当搁继续的出版甲创作。文化部、教育部嘛有派人参与，各教院针对教学状况回应，要咧想办法改善台语程度差异化的分级教学。其他部会嘛表示，会甲兵团的建议甲反映的问题早点去讨论。至少今年我们就编了15亿，然后再推我们整体的这个本土教育的部分。那我们目前大概已经培育了大概2.8万名的这个本土语的相关的师资。学生他有可能在不同的一个学习阶段会选择不同的语言来进行学习，那这边的一个落差就会产生，所以这个部分都需要我们继续要积极来努力，就是说如何在教学现场去做一些比较差异化的教学。另外，民团也呼吁立法院赶紧通过国家语言发展中心设置条例，和国家语言发展中心成为发展本土语言的核心单位。现场有出席记者会的立委表示，会在新会期赶紧推动。记者官林玉凯台北报道。那讲到较早的囡仔无手机通买，因的佚佗物仔是竹仔做的枪，也是红仔飘、拍杆、鹿等等，这拢是古早囡仔时代的记忆。成立武器团体举办台语古早味佚佗物仔的活动，带民众做伙来怀念过去的日子。出去的时阵又倒来。拍杆鹿需要功夫，看到囡仔时的佚佗物仔，有民众手鸟嘛赶紧来试看卖咧。监狱买到讲日月球，日月球，日月球，哦，有看到吗？有送过这2车野手。各趣味的日月球甲竹田鸭，现场无论大人也是囡仔，拢算甲足欢喜，也找回来过去囡仔时代的记忆。印象上深的是啥？印象上深的哦，应该是豆片吧？豆片。对啊，迄人赢会当甲别人会摕走啊。细汉的时嘛，拢咧。你知影囡仔拢伊红仔飘伫咧涂骹咧拍，好爽好爽，敢若咧复习，足怀念的。除了这款的古早味佚佗物仔，老师佮传大家做伙耍麻雀、掠鸡仔、佮唱卡歌，也佮大家复习一寡古早味的台语名。波浪鼓叫玲珑鼓，我找到的，啊，都有啥？风筝叫做风吹，都有迄剑玉我查到是叫耍日月球，对。啊，竹田鸭就是用芳竹田鸭，对。啊，我嘛是感觉那学台语，安那佚佗是真趣味安尼。古早的叫卖声也是真侪人古早时的记忆。
东活东的老师也伫现场放送早期台湾打车的叫卖声。不管是发财车的修理山窗、山门、换玻璃，也是收歹东旧车的就敢若摊尾帽，阁有加当蒜头鸡，这叫卖声也是属于台湾才有的特色文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真侪大型的舞台剧、亲子剧，拢会办伫咧市区交通较方便的所在，省较侪人来看，毋过偏乡咧。为着要实现文化边权，帮助本土剧团永续经营，有企业自2011年开始推动台湾特色文化发展计划，到达已经14年了。今年会甲棉花园等等戏团合作，伫各县市办18场的表演。希望你母亲信念重备，会当赶紧好起来。用布袋戏演出后主求救的故事，现场也欢喜儿童剧团的表演。大塑集团自2011年开始推动台湾特色文化发展计划到今，把国家级的艺文表演推广到各乡镇，就是希望帮助本土剧团永续经营，传承传统艺术。8时举办2025年计划的启动典礼，希望继续把台湾的艺术表演撒到每一个所在，实现文化边权。将正向的理念与薪资融入于寓教于乐的演出当中，传递给每位大朋友、小朋友，让艺术文化更贴近邻近企业厂区的乡亲生活。透过企业的赞助，这项公益的计划14年来赞助金额已经超过1亿元，演出413场，也累计超过40万人次看表演。大塑表示，今年含如果儿童剧团、童歌剧团、永远联展中剧团各有棉花园合作，率来要伫全台湾推出18场演出，将艺术文化的经济传落去。他要我们演出的刚好很落实国家一个政策，文化平权。它没有在首都，更没有在县市政府的所在地，而是下乡到偏乡的地方。希望呢，带给他们又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也希望这些快乐的种子能够播向更多的地方。今年第一场演出自3月29开始，如果儿童剧团也表示，这几年来因拍拼咧发展台语亲子剧，希望用母语结合现代议题，互囡仔了解。也让永远联剧团和棉花园表示，透过企业界的支持，唔乃使帮助传统文化振兴，也通互少年人有更较侪舞台来发挥，累积经验。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嘉义市历史建筑林家西敏堂本地是城隍庙的戏台，即阵经过3冬的修复，是正式启用。那对外展示日本时代留落来的文物，嘛详细介绍西敏堂为戏台正做徛家厝的过程甲建筑工法，何必将透过西敏堂认捌在地历史。台顶布袋戏搬演的是林家伫1922年关戏台和家己城隍庙的故事。家己市历史建筑西敏堂用写实戏剧的演出，还原迄当阵戏台的状况，互人了解西敏堂为戏台到主体的历史背景。为日本时代，到建时代，到咱即马战后，到即马21世纪，大个时代的转换，伊拢有代表性的故事，到建筑。这个建筑物伫1922年的时阵，是林宽敏先生捐置予家己城隍庙来起的戏台。1940年的时阵，戏台因为庙外路同款要来拆掉，所以林宽敏先生的后生，佮要倒来改建做主体，才改合作西敏堂。2009年订落做家己市的历史建筑了后，经过16冬的研究甲整修，伫初6正式对外开放。修复的时候用 X 光去看的时候，你去看迄当阵，佮有日本的国旗，佮有日本的背景伫内底。我感觉讲，毋是敢若是嘉义人，是咱整个台湾为日本时代，甲咱到即摆即个所有时代的变迁咧。起好的时阵，所挂伫迄个戏台顶头的，伊顶头写得清楚的吼。西河林宽敏伊全部敬谢，就是我来讲伊寄付全部的这个费用。林家表示，当初关戏台除了感谢神明，嘛希望有传播教育甲文化意义。即马才真做是历史建筑，会继续推广艺术文化，互西敏堂会当延续先人的精神。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2025年世界博览会4月要伫日本起稿，台湾馆嘛正式公开。唔但要展现台湾的自然风景、人文特色以外，嘛要互国际看到咱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材质。
蜿蜒的山峦折线结构与日照光影互映，展现多种样貌。顶顶塔塔的造型，就那亲像台湾大山微调的，搁配金属质感，代表国内伫科技创新的关键角色。2025年台办世界博览会，代表台湾的 Tech World 馆，伫4月13伫日本大阪上场，要带世界熟悉台湾。进入展馆，您将开启一段怦然心动的旅程，透过 AI 打造您的专属台湾之旅。参展的民众进入场馆了后，随看到的就是台湾的好山好水。展演内容包括生命、自然、未来3大主题剧场。民众也可以当挂 Tech World 馆车有的 AI 智慧手环，检测参展民众个人介意的。推上个人化的台湾观光行程，促进台湾的观光商机。这是一个为期4年的计划，我们非常感谢立法院的支持，总计呢有20亿的经费。那到目前为止都工程方面还有这个软体的都进行非常的顺利。我们目标是100万人，对，那整个日本的这个大会大概是2800万人。那大会的预期呢是大概70%-80%左右是日本人。这届拢总有180个国家、企业加国际组织参展。第2019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台湾馆互人选为记者印象上好的展馆，吸引将近70万各国观光客参访。这届更加有希望冲关到100万人次，希望让世界看到台湾的强好精神。记者综合报道。手机啊，愈做愈薄。伫咧苹果甲三星今年推出上新轻薄机型进前，中国品牌抢先伫咧世界通信大会推出一款讲是世界上上薄的手机啊，是无到1公分高。在巴塞罗那的世界通信大会顶悬，这款高度敢若5.75公里，讲是世界上薄的智慧型手机啊，是真啥人注意。民众好奇甲摕起来试，结果和家己重酷酷的手机啊比一下，确实是完全无同。That's really amazing. It's really amazing, incredible. If I just compare it to the block, to the stone I have in my pocket, it's really a huge difference. Look at it, you can see also. Amazing. 这是中国品牌团 Intechno 抢先推出的全新概念机 Spark Sting， 和三星暗算5月就要发表，讲是机身的高度敢若5.84毫米的 Galaxy S25 Edge 比起来是更较轻嘛，更较薄。但是和苹果今年嘛要推出的超薄款 iPhone 17 Air， 高度敢若5.44公里，比起来就小可较差一寡。不过 Spark Sting 内面有5200毫安培小时，大容量的电池，希望就算机身变较散嘛，同款有续航力。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新闻最后，最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3度到16度，中部地区12度到18度，南部地区14度到24度。东部地区13度到22度，外岛地区7度到1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者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